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28，诗篇85篇7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互阮看见你的慈爱，佮将你的救恩赏赐阮。三角来祈祷，将救恩赏赐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将恩典施落伫全地，将拯救临到伫万邦的疼痛上帝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罪恶，撤销阮一切的罪过。求你因为你的怜悯甲慈爱，收回你的生气，也无搁纪念阮所做的歹。主啊，你的疼是安尼伟大奇妙，阮就是真世人所为的，无法度报答。主啊，人的歹，互别人受苦受害，失去公义甲三听，也失去和睦甲平安。总是主啊，你互慈爱甲信实相拄，公义甲和平相揽。求你互阮看见你的慈爱，佮将你的救恩赏赐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的疼甲平安时刻甲你三角伫地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